府能够来主持中间这一场的罢工行动，希望桃园市政府能够有力量，让长荣航空出来与工会诚信的对等协商。谢谢董事长，谢谢桃园市政府。再讲两句话，这次为什么可以来？没关系的，简单就好，简单就好。我们是来表达什么样的支持的力量？这个请副市长帮忙。现在天气闷热哈，那昨天也有豪大雨，那各位工会好在这边辛苦。我奉市政府这个郑文灿市长的指示来这边慰劳大家。那我们希望这个劳资的争议能够尽快落幕。那也请长荣公司能够拿出诚意来积极的解决这一些问题。那也希望各位工会的同仁祝大家保持这个身体的健康注意不要中暑了谢谢大家，谢谢。市长还是支持罢工的同仁。